我3天，拄好到8月52日吼，我才行哩，先煞来你阮厝诶来去围炉过年。哈，我无趁你半仙钱，免有30块通借你，规气卖车较贵气。你也无换，安尼毋着互你细年。看你是要问啥代志？要问山顶拍山猪，也是海底伫咧掠鲨鱼，也是灶骹掠鸟鼠，厝顶地都是，做米粉没有关系。用功很时间。哈哈哈！安尼我知，安尼我知。好，男道女正，你细汉古水得人听，来右手我看卖。好，天坎静静，顺理坤地，八卦分五行。你逐个天若喙焦，三不五时想要食鸡仔饼对无？对啦，搁来咧，搁来着天中透天庭，暗时困，若无翻网大就会梦见对无？对啦，你阮哪遐尼准？也你的八字真水，爱偷食袂妖鬼，一半摆会喘大气。也你的命底有带绿寿，绿寿，什么叫做绿寿？也会粗甲也会油，也会食糜甲食饭。也你嘛捌看到饼店伫咧做红菇有无？有啦，你实在有厉害哦！什么你拢嘛知？我细汉的命是好也歹，也若细汉你的命毋是歹就是好。受你的老爸甲老母甲你抱。若是出事，你落土就无穿衫甲无穿裤，即马毋只有冰裤、合作金裤、石门水裤，平时的太妹毋穿裙即穿裤。你一下两下是手里抱，三下四下是涂骹乱扫。我5下6下咧，也5下6下就熬流气，7下8下就熬土钱，也佫刷落去是安怎？就恁老母煮饭爱洗米，对无？有啦，恁老母煮饭拢有洗米，也我真个运气是好也歹。也若即马看起来，你的运是双骹大相存，心头乱纷纷，讲话脚要受分伤气氛，言谈嘛出黑分。你想要交一个大心君？你今年几岁？我今年拄啊18岁。18岁。神有xuất害，你的命中有顶代，你若要过安都爱自由恋爱，毋过恐惊你袂下台。阮翁是啥物人？恁翁就是查甫人。恁讲阮翁嘛是查甫人，是恁两阮翁是住伫啥物所在？因厝住内山，伫咧烧火炭，因母恁大家伫咧卖豆干。哎哟，早毋多还毋着惨，拄去捡着一个火炭翁哦。伊规身躯毋着乌甲亲像印度人，也你着爱做火炭扫，一个面规日都乌扫扫。先生说啊，这款人佢无爱，拜托的啦，敢有啥物通排解？命底顶代你哪有法度？无法度，但我毋着靠
经注死，火炭翁你若毋嫁，你就逆天理。哎哟，先生姐啊，这份火炭翁阮无爱，想着嘛可伤悲，嘛细念袂悲。阮甘愿来去做尼姑，打饭食老肉饭配红烧鱼，但是甘愿来走大悲。千万你都毋通做即款代志。火炭翁你毋嫁，都爱嫁人做细姨，也若无着爱互人包饲。哈，嫁人做细姨互包饲，即款甲人讲嫁翁婿嘛是袂公平。人讲嫁人加福气，一个透早袂斗啉，一个日死也袂换钱，安尼拢毋免食死米，大某细姨拢无相偏。你讲安尼实在有理去。结婚人伊毋知住伫倒位，伊是住伫乡村遐都市，伊是生做圆仔饼。先生姐啊，你嘛先甲阮通知。毋食田庄，毋食都市，体型难得来讲起。安尼天地看茫茫，爱一个翁是要去倒位无？我教你这步上妥当，也袂晓去中央市场发面浪。先生姐啊，那我阁请问你，到底阮生囝是会生男抑生女？要是生我要做高保险。毋是啦，我是讲是会生查甫，还是生查某？我算看卖咧，自丑寅卯，若要生囝都爱半年后，神之五味毋通互恁翁踮咧外口行到3天半年，心有损害，鸡鸭若饲大只，年岁都爱抬，安尼照看起来毋是查甫就是查某。先生姐啊，你阮囝是生做什么款？你的五官鼻啊笃笃，若生着查某囝会大头壳，还是壳前，还是壳后？前壳老爸，后壳娘咧，双边边啊壳厝面头尾，壳才无一点仔通减血。咱若生查甫的咧，若是生查甫鼻啊笃笃，后摆一定真老拍干老。也你若嫁着缘投翁，后摆若生查某会电头脏，若生查甫的会袂喜欢。你去发银行，嘛找我一个缘投翁，通生一个查甫囝袂喜欢，免遐晦气啦。阿秋啊，要无你来嫁弟母的做细姨。哎哟，头家娘啊，你毋通安尼讲起啦！我若嫁恁弟母的，是对不起你，真有答应，我嘛感觉毋管事。哪有关系？嫁翁是应该的代志，起初较毋管事，过来就麻麻痹痹，安尼毋才会较规气。阿弥陀佛，迄先生都毋通，我有对佛祖入世，毋过交查某人，我若是带阿秋仔做细姨，也嘛对伊不期待彩礼，而且对佛祖嘛无话通讲起，一定着甲佛祖煞来拍官司。哼，弟母的啊？喂，哎哟，啊你要养贵家细哩哦？啊，无关系，恁太太若有同意，佛祖一定袂甲你拍官司，会甲你斗保庇，互你大发财，老啊厝起规排。阿秋啊，我想是无歹，人人会称呼你美好的弟母啊太太。好啦，阮家一包包来试看卖，看也去嫁了火炭翁，乌妈妈敢若印度人。啊你若罔嫁，我就罔娶。嘿嘿，小命又好又歹。月球唱片透全台，请恁拜托听看卖，祝恁大家美满大发财，大家大发财。燕子兵，燕子兵，我是为主兵，听着酒气听袂起，哪里高官免输的你，主人免客气，小官兵，大官兵，大官叫我大伯，小大兵，我看你。做土的时阵吼，读做土的时阵，有啥物事吼？来，读做土的时阵，一般就是讲，咱咧讲吼，凸出来、伸出来吼，突出即款的感觉吼。举例来讲吼，来咱怎么看？咱先讲土水的水哦，一个迄个火有无吼？咱若火，咱知影就是迄个粗肥吼，啊，搁一个咱吹迄个有无吼？即读做水吼，咱管有一个佛，迄个佛的字旁吼，就代表伊是一个迄个瓦制品嘛吼，迄个啥陶土低温烧迄个瓦制品哦。水到底是啥吼？
水就是地沟喙吼，我共翻出嚟好势啊来看者吼。所以我相信咱有诶人吼，伫个较庄脚，还是讲咱较迄个较听过咱国语先生，应该捌人听过烂水对无吼？讲烂水是啥？啊，其实烂水就是我读迄个音啦吼。啊，亲像咱讲高冈的土水，什么意思咧？就是迄高冈有迄公果成熟的时候吼，咱会当看到。我直接讲啊，会当看到高冈嘛，公狗的阴茎它不是会生出来吗？会凸出来，红红一有无吼？迄个做土水，所以真正台语有土水这个词吼，都有土水这个词。不管是一般咱来讲土水，其实较会讲动物啦，人是较袂讲土水的，因为人讲土水是较歹听啦，较歹听啦吼。咱一般土水是讲动物啦，亲像狗啦吼，就是讲有这个迄个啥外形有一根阴茎的这吼，这咱就讲吼生出来那种台语是讲土水，咱台语本来定来讲高冈土水吼，就拄啊讲它生出来叫做土水吼。所以这当中吼，不管是土泥还是土水，吼，咱回归伫咱迄个台语本身土的意思是生出来，恁甲看是毋是拢生出来？虽然个足清楚。所以我甲讲，咱台语的动词有够吼，咱咧讲有够精准贴切吼。咱讲老公吼，咱先注意公这字吼，公这字就是咱即马吼，咱班长翕的即张相片下边有一支吼，即个四角链吼，就是即个四角形的一支花牛吼，即个是公吼。所以我讲鸟鼠吼，鸟鼠伫个老公顶悬走来走去吼，有诶鸟鼠就是会伫个即支花牛吼，伊会个爬去安尼走来走去吼。毋过老公有诶会当甲做一个较啥较广义诶迄个用法，就是顶悬你看一间半楼啊吼，啊其实迄个吼，迄个会当搁加字顶啦，咱讲老公顶安尼啦吼。所以班长足有心呢，伊找即个图拢对啦吼，拢对，多谢大家。想要65折的汉堡，省省吧，叫富喷达送！输入优惠码，天天爽，天天65折。富喷达 Ariel 新发现，强效瓦解脏污，称通洗，件件都干净。比较看这两只暗光的时阵，常常出现，所以夜路吼，就是叫做暗光鸟。32这只叫做山暗光，咱咧比较看这两只鸟吼，伊的外形真正是差不多共吼。而且呢，咱讲31这只暗光鸟吼，伊伫亚成鸟的时阵，就是伫鸟豚仔的时阵吼，伊的毛草色水甲迄个黑冠麻鹭差不多是有个共色，所以有当时啊，可能看下个分袂清吼。因为黑冠麻鹭吼，较接伫个较接伫个迄个吼。山边吼，特别是山边迄个有水田的迄个所在哦，常常出现即款吼，即款黑冠麻鹭，所以才会有山即字叫做山暗光。即款鸟啊吼，即马有个所在哦，伫个吼大车路边吼，通啊看会着。讲老师你有讲毋对无？即大车路边哦，当看真正有吼。迄个以阮遮来讲，像阮遮附近个。台北大学吼，台北大学内底吼，足侪只诶。有当时吼，甚至伫个阮这大路边哦，大车路边吼，有树仔所在吼，伊就从啊，伫个迄个啥车路边底啊吼，安尼吼，底啊安尼动一下，安尼慢慢啊扫吼啊，因为伊个行路吼，迄个形吼，安动一下吼，就啥呢？身体真古锥啦所以。因咧爱耍鸟诶人吼，伊有一个足趣味诶吼，迄个华语甲号做呆呆鸟吼，讲甲号做呆呆鸟哦，就是即款诶吼，黑冠麻鹭吼，山暗光。好，总讲一句，31、32，这个爱分得清楚吼。夜鹭是暗光鸟，若吼黑冠麻鹭是山暗光，若是猫头鹰，咱就讲猫头鸟吼。好，来继续来看。今仔日日东来小解一句真水的台语话句，叫做金挑
假受白贼流，真挑假受白贼流。中昼去三峡巷仔内素食店食豆，听到一个师姐也咧讲即句真挑假受白贼流，意思是咧讲尖子的手路技法，若是挑就较有技巧，困难度较悬；若是受，嘛是爱有二步七啊，受起来才会好看。也若流，就是用线甲丝线穿好，要治的外形天起来就会使。这较简单，无啥技术性。即句遮尔端正的话语，水就水伫咧用真、假、白贼来去讲挑、受、流。规句话形容甲够美够角，阁有跳韵，愈斟酌甲形容词愈有滋味。我食甲这个血水，嘛是头一摆听着。目睭掠带流水内底的细尾溪膏啊，金条金金上，啊分丝身躯强强，也是要读做经经咧听候。好，啊即马就是三做分丝经经。你看这只暗光笑，你看它的背部是不是稍微弯曲，有点弓起来的感觉哦？迄个有点弓起来的感觉吼。迄个咱若对鸟仔来讲就是安尼弓弓啊，好像把弓箭稍微把它拉弯一点点，迄个弓把弓拉弯，按做安尼弓弓。所以弓弓这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伊的背部有一点点弯曲按做弓弓形容词。若讲人咱就袂讲经经，咱就讲人是背调。这你可能捌听过，背调甲翘骨差伫倒位？背调就是无遐，翘骨是已经迄个啥，脚趾边已经一粒迄个扑出来像骨安尼有安尼已经弯去啊，扑出来迄是翘骨啦。啊背调就是迄个背就是背部啦，其实是背调啦，迄阴阳骨有个走，有个变做背调。本来是调啦，调就是弯翘的做背调。你可能捌听过讲，你看着小可背调，啥叫做小可背调？就是背部看起来没有很挺直啊，小可安尼迄个溜翘骨。所以咱上常讲是啥？小可背调，个欠腰。啥做欠腰？你捌看过人徛其实就是去站相弯腰驼背因为你脚趾边看到小可咕背调对无？南面我讲迄个欠腰啥叫欠腰？就是你腰杆没有挺直，所以迄个腰杆有点下垂，咱讲做陷落去所以即马才给大家讲清楚，台语的经经一般是讲什么东西弯弯的所以你甲看讲语词迄个啥幼路部分就伫遮。你看我遮若要讲一个迄个啥上基本的，我会讲你看即只暗光鸟的背部弯弯的，但是你有发觉讲，我若用台语语词讲恁看即只暗光鸟的脚趾边弯弯，当然嘛是对，但是你会感觉讲弯弯的，无遐尼到达咧，所以这就是台语迄个啥呢？较幼稚的所在，所以这当然是无适合讲弯弯啦。若要解说是你们看它的背部，我是咱小可弯弯的咱台语就讲经经这只毋是绷紧经经这只是讲小可啥迄个弯弯但是经经伊伫另外一个语境是讲绷紧的意思像我讲即几工迄个肩胛头咱会感觉安尼经经安尼小可疼。啥叫做迄个肩胛头小可经经？就是讲肩胛头很像被那个弓绷得紧紧的，所以这当中的经经呢就是迄个就是咱咧讲绷得紧紧的那这只咱看这只暗光鸟经经是稍微有点弯曲若讲人。讲经经就无通，咱若讲人，咱就讲背调
以上是甲大家小解讲是安怎才要用金经无爱用背调过来就是甲大家讲时啊，无爱直接讲弯弯，因为弯弯的语感你就是看讲讲无偌无偌迄个无偌适合啦AM 迄开始开始来暗阴阳 om 啊入入安阴烟温弯，过来 N 区安阴 om 阳用 AT 啊入入温弯，上尾啊入哦呀用好。以上就是所有台语的迄个啥音标内底使用着的音不管你是大部分拢是黄金翁但是我嘛确实捌听过黄金翁嘛有人读即个音伊真正是黄金即两字你若是黄的文读音就是红顶解我嘛捌讲过迄个本来迄个凤梨伊是写黄梨啦古音是读做迄个红来就是迄个黄色的梨红来读到久真正变做咱即卖黄来，迄就是音飘去即个黄金翁拄仔讲做伊是黄金迄两字所以是黄金因为咱去讲即个啥，咱这是迄个咱祖公骨台一款迄个。像咱讲较慎重较慎重，咱就会用迄个文读音所以若是五变七有无黄对无？所以就变做黄金翁这个是主调，这个较济所以读起来变做黄金翁黄金翁黄金翁咱讲的迄是黄金迄两字因为咱迄个对咱先人、咱祖公即个啥骨骸咱是一款加尊重甲美称啦，因为咱总是咱拢有一个心理，讲希望后代子孙会当大耙尾，当较旺的过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咱迄个啥，咱骨头咱若捌去捡骨过，恁就知影迄骨头若较水色的伊是赤黄色的黄安尼规底对无所以呢咱就大家看做是黄金啦金仔角啦，规底安尼啦有一个证明，就是讲啥呢？证明就是讲咱若是一般迄个乡庄即阵仔小解一寡迄土公仔的迄个词乡庄就是迄个呢内底较早土葬较济嘛即摆拢用火化用烧较济，较早土葬较济年代乡庄意思就是讲。伊迄个墓仔内底台要是观察看是要经过6年抑是12年迄当阵呢就会从即个观察甲搅开看内底即个尸骨看有拢安尼有烂去无就是讲看有烂甲安尼真水色无是讲有诶会隐尸无烂你若讲拢 OK 会使因有当时爱搁去下因囝孙仔八字搁看时看日若拢有下就会当去互人去核算即个啥，即个进金的日子进金的意思就是将骨头甲放入去迄个金刀甕内底迄骨头咱就甲当做是啥？当做是即个黄金好，拄则讲到无变。好，来我先解答班长这个问题。咱先解说进步的进甲进文讲的迄个进伊迄两字伫基本上的差别是伫个那进步的进，咱一般的印象就是讲做是为后壁进甲头前亲像讲你去
班上的即个名次，本来排伫较后壁，你即马进到较头前，由后向前，迄个是用进步的进，由下向上直升啦。就是咱直接讲，为下面直接唱悬升悬即个咱就用迄个啥，迄个正文讲迄个进，亲像咱叫做加官进入，迄个进大部分就是用正文讲即个进。好，即两个进先解说有清楚了后，咱即马过来讲进塔甲进金迄个进塔甲进金基本上是无啥共啦。一般进塔是即马加足济咱即马一般就是你若是火化烧好了后搁甲摕即个，咱总无讲什么盐，还是讲什么货有无去迄个塔甲放喺内底，甲放喺迄个塔内底因初一15拢有请迄个啥，请师傅还是讲有人会来上经会来拜，迄个叫进塔进金伊进金迄个网络上查的，我所以就是爱甲大家讲会当参考安尼但是一定爱过去提考恁永远会记即句话，网络所查的物件会当参考，毋过爱经过提考安尼较稳进金伫较早确定是简单讲从即个拄则是讲到迄个跳骨着从即个乡庄迄个观察6年12年了后，甲拍开了后呢将迄个骨骸甲捡起来，放入去金斗甕内底放入去金斗甕内底安尼叫做啥？安尼叫做进金即个确定是讲遮即个是迄个啥？我会讲确定是因为过去的生活还有去查这就是讲遮好，我即个话讲倒转来，较重要的迄个5变7、5变3的问题所以呢，黄金甕即字即字将音是读做梅文读音是，就是不管将音还是迄个啥，还是全音，拢是读做黄黄第5调。所以你若是5变7，就变做黄金甕即个我嘛捌听人讲，但是台湾主流的即个声调是读做黄金甕较济，所以读做黄金甕是即个啥呢？5变3的即个缘故所以会有即个音是安尼来。所以若毋知影讲即个变调变音的即个原理伊就会开始用黄金甕即个黄应该是用黄的黄较歪音甚至呢有迄个啥，你若讲用迄个啥奉天有无供奉的奉用迄个黄，迄字方佫真倒较有道理，一丝丝安怎讲佫内底就是迄个啥安奉即个啥祖先的灵魂其实迄是拢拄好啦你去甲想完全无可能是用风的风啦，风后壁佫接金，即个真正是佫直接讲无啥道理啦所以呢读做黄金甕也是用即个啥，迄个黄金读做5变3就变做黄金所以人讲金斗甕金斗甕黄金甕即拢有咱一句俗语较常听着讲做家己派黄金佫要啥，佫要替人看风水，恁捌听过无有人会当讲做啥呢？迄个啥，家己尻川烂一边，佫要替人迄个啥医病，还是讲佫要做医生？意思是讲做讲自己缺点很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还想要去指导别人迄个做迄个啥，家己派黄金佫要共人看风水，你家己都迄个啥？迄个派迄个，你看像即句家己派黄金，佫要共人看风水有无这个佫再一遍证明讲迄个就是将咱即个祖公的骨头就是较美清啦甲讲做即个黄金，所以才会讲家己派黄金。你家己派黄金，佫家己佫爱去找墓家己佫找无佫要去共人看风水，所以这是真趣味的即个原理啦好，咱即马如果要把相片
把它放入我这么在调刚安尼讲吼，要把相片把它放入相框里面。相框咱知是毋是两块头前一块玻璃嘛后壁可能是一片迄啥棉衣棒你即么是迄相片就是咱相片是规张安尼着你要甲安尼甲放入迄个安尼一个很窄迄个缝隙，安尼甲藏落去迄个动词做啥？迄个用笑较好，用细都无遐水气咱来从笑甲细来甲分得清楚我即摆先讲笑笑就是把一张薄片是讲就是一个薄片啦迄个安尼扁扁的物件要搁甲放喺一个啥，迄个卡带内底安尼迄做笑入去。迄是笑就是写刀鞘刀鞘鞘。举例来讲，我即摆才先举例来讲，像讲迄个相片笑入去迄个相框内底，是讲甲刀甲笑入去刀笑内底刀笑内底。这是笑迄个较早的人拢定定就是讲即个音，但是咱的教典敢讲收一个音名，伊讲收笑安尼即个是较不足啦。为什么讲较不足？因为迄个较早听到是讲笑是迄个真实听到可能是采录的人伊无听过笑，伊知影有笑即个音所以这确定是两个音啦看是讲甲笑入去，还是甲笑入去？好，怎么过来讲细细就是甲咱咧讲的迄个塞进去即个迄个呢较共亲像讲做甲插入去咱怎么过来分细甲插到底有啥迄个啥呢？无共的所在来，怎么这个讲较易话咱来讲亲像啥？亲像迄个水缸水缸做讲伫下边来讲破一空镜迄个呢，阮较早阮的做法阮用棉有无？迄个棉花用棉棉呢用迄个针咱有一支针甲迄个啥，甲迄个棉因为迄个空你棉要甲放喺空镜落无简单啦，阮就用针宽宽拄，甲即个。甲迄棉甲拄入去即个啥，迄个空底，当时会讲细，我会讲亲像讲咱若先像迄个窗仔门，窗仔门有当时着恁可能嘛有款生活经验，咱若雨落到拍死人大的时阵有无你迄个窗仔门虽然拖起来有当时雨大到你窗仔门你已经关起来拖起来，但是迄水共款佫渗入来有无？尾仔出来看就是迄个窗仔门旁无够密，不够密合。咱即当阵你买落迄个啥，买落迄个雨水有关一直渗入来咱可能会去找一个迄个布也是讲找甚至是迄个较厚的迄个纸嘛会使用迄个甲迄个窗仔门旁甲洗调有无？即当阵咱就会当讲洗洗后来过来讲当时会讲洗亲像咱较早伫迄个庄脚人迄个定定用猪头猪头咱知影猪头用久的时阵除了讲头前迄个猪头毛会蹲去以外，我甲你讲，连猪头迄猪头病马入去迄个猪头迄个有一个迄个啥迄共款迄个孔内底迄互爱迄个用一个咱无讲楔形文字用一个迄个共款迄个敢若亲像气片有无你爱为迄个啥迄个空爱甲洗调迄个叫做猪头吸猪头吸爱从迄个空甲洗调亲像讲咱搁讲说讲迄个讲伊我怎么举例来讲，咱生活中伫用的讲伊即只食头路心肝咱会升遐紧有的人都讲尻川后的讲敢毋是
有甲顶丝洗钱，啥叫做洗钱？就是私底下偷偷洗钱给他甲贿赂啦，叫做咱无讲做迄个，恁可能捌听过洗手后有无就真正有这个事啊洗手后所以这是洗若是拄则讲的踢，就是共款迄个空较圆咱讲就是甲踢起来，讲到这还佫有过来，真济通讲。较早庄骹咱用迄个啥，迄个大灶底兄会大鼎有无？迄个鼎是生啊做，生啊就是生铁生啊就是生铁。生啊鼎要用生铁，咱无爱用熟铁，足简单。用生铁迄个传热足紧的咱迄鼎都是火一个刀你当然就是迄个传热足紧的，炒菜慢慢才好炒着毋过生铁有一个特性，伊就是较脆啦。较脆用久迄鼎定定伫迄差不多较晚鼎材所在就较下面，因为迄较晚鼎材所在，佮定定煎时安尼拉安尼起壳叫定定伫迄鼎材遐都有当时都会安怎会迄个破空破空，我家己暂时解决的方法就是像拄则我讲的，我阿嬷就伫迄个棉先从迄个空迄个啥呢？就是安尼甲，即当阵就是看啥，看甲迄个甲看是要讲洗入去嘛会使即当阵就无适合讲烧因为是一空要甲洗面即当用洗伊若是愈来愈大空，到尾无法度足简单。较早有人伫共补鼎补鼎伊个用一个迄个叫做补鼎丸。恁可能有人知影补鼎丸，有人讲做鼎珠啦，这个意思拢足老啊珠就是珠外珠啦伊其实就是一个金属丸因补鼎的人足简单来，就从迄个鼎珠甲扬去甲融化甲扬去，从迄个鼎迄空甲啥，甲迄个塔罗肉迄个做补鼎所以较早迄个后迄个补鼎我黑胶唱片我去看内底较佫有听到迄欧文良讲到迄个啥补鼎西因迄对话足趣味的好，来，咱拄则是因为我要甲大家讲做迄个对一个平平平面安尼甲放入去，迄个做烧迄做烧入去亲像阮当时还佫会讲烧呢，亲像咱迄个啥呢？较早庄骹无拢去佛祖叉啦，就是咱红架道顶悬无拢画一个迄神像，一般啦，传统诶庄骹人拢有迄个佛祖叉啦，顶悬无画观世音菩萨啦，迄个妈祖啦、关公啦，这是咱一般迄个庄骹看到迄个佛祖叉啦。即嘛，我相信即嘛有人厝内嘛是应该拢还佫有做佛祖叉诶时阵伊就是共款共款先画好了伊共款甲烧入去即个啥佛祖叉啦迄个坑内底共款拢用即字烧咱写就是写迄个刀鞘的鞘就是读做烧也是咱到底讲烧两个音好放入去到讲烧入去你若迄个摕出来无讲做迄个啥。无讲做烧出来，迄袂使用，迄就是安尼甲塞入去，迄个动作甲入去，迄个动作甲是烧入去。若拔出来来，迄个音是读做飞起来、飞开、飞起来、飞开这个飞，这个音我会记得我有写一篇文章伫咱教育部的迄个啥朗读的网站顶悬有做假绳我内底有讲到迄个啥迄个。囡仔人有等迄个卖绳来的时阵迄个冰桶有一个塔拉有无塔拉甲飞开飞开迄个时阵凉凉白烟撑起来，好，看着喙麻水强要点落迄个叫做飞开放入去甲会当讲烧入去迄个你从我甲抽出来飞起来摕起来，绝对袂使讲烧出来，无人安尼讲侧面、侧身这个词，咱台语的用词介水，就是坦平看。重点也是看这字，因为是观察者看到别人的角度，
咱台语用词简明正确，搁掠着美感。例句：迄个人探边看，足像阮阿姐。那个人从侧面看，很像我叔叔。以上互大家做参考。这确定是黄金翁仔，也是读做黄金翁仔。这字黄金这是文读音，黄色的黄文读是黄，所以咱若是五变七，就会读做黄金翁仔。若是五变三，伊的读音就会听做黄金翁仔。所以黄金翁仔这个音是安尼来的会用这个黄金黄金来讲骨头，一来是因为较水色的骨头是赤黄色的，所摆就用黄金来美称祖公仔的骨骸。二来扣骨入金斗翁仔，咱讲是进金，取黄金入斗的好头彩嘛这个讲做黄金翁仔，嘛会当讲是金斗翁仔，也是黄金斗翁。以上互大家做参考。好，上尾佫讲一个叫做托育。托育的育就是植物的嫩芽植物的嫩芽所以你讲，所以你若讲托育来讲植物的嫩芽，其实伊意思甲托差不多共款托育就是托黄，但是咱托育佫较少用伫一个足水的所在，这一定要了解。用伫大家敢知影？用伫来，咱看到迄个田螺，也是讲萝螺萝螺啦田螺是田螺，萝螺是瓜牛它们不是在移动的时候，不是会伸出那个触角吗？我们较早去捡田螺，看田螺伫水底咱收过有笋的，伫水底笋田螺会把触角伸出来其实看到嘛足古注意田螺把触角伸出来，咱台语叫做田螺托育这个爱甲捡开来用因为讲实在可能较少人会晓讲那是讲蜗牛把触角伸出来做萝螺托育，所以迄个前面讲做的触角，伊触角像不像植物长出的嫩芽这样冒出来？有无所以讲，迄要讲托育是足牛的，咱讲正经。所以台语爱小看，爱研究，水面足多啦。麦当劳极选系列，柔嫩入味，酥嫩多汁，极品浓郁，美味匠心。麦当劳帕玛森主厨鸡腿堡，盐水有啦，就是讲伊顶个用地动迄个山凹山凹，迄个凹就是会当写成凹下去的凹，会当做凹是你要写苗窝的窝，迄个嘛会使山凹遐用地动有迄个啥，就是讲，比如讲有个所在放鱼放鱼了，伊若拄去踢到踢到迄个路。迄水呢，个种会一直蹲咧遐，个形成一个叫做崩山湖。所以迄个啥物叫做崩山湖，就是因为伊山迄个地动放去了后，甲迄个水路踢到形成一个咱伫讲堰塞湖，迄个叫做崩山湖。这边时啊较严重的，就是迄崩山湖，就迄个即几工个拄着风台，迄个啥？雨水水就愈积愈济，到尾讲去有啥呢？迄个咱讲做迄个徛去气徛，啥叫气徛？就是迄个崩出一个缺口了，叫气徛去。哇，规个迄个土石流咱看电视土门哥迄真正会惊人。一时啊个水到迄个水向盖来你看。你若是像伫一楼诶，要走个袂，要走个袂离这么电视一部真不停迄个不停煞无去啦
另外佫有失踪吼，失踪诶嘛，失踪要几百人吼，这失联啦吼，这咱迄希望到尾嘛是会当找着，若无吼，这实在是吼较严重。来，我请教一下，咱实在是有分哦，遮吼是会读做他吼，这个他甲添吼，其实有小可差别吼，就是讲他吼。他是讲，因为我讲一个有无，咱是讲甲他悬吼，我举例互恁大家听，恁就知影讲吼，咱这个共一字，但是读做他甲读做添吼，无啥共吼。像我若讲起厝，迄个啥贴砖啊有无吼？咱较早起厝，迄个用迄砖啊壁对无吼？迄个啥，咱迄砖啊，咱讲看贴对无吼？迄就是贴砖啊吼。但是呢，你看，咱若是迄个厝吼。即讲原本是3楼，我要搁加甲塔是圆，咱是讲塔较悬对无？咱即阵咱就讲塔去，讲后即间厝啊，就迄个啥3楼要甲塔做4楼，所以即款呢，让它的高度增加，让它的高度增加，即当阵就适合做塔，因为遮有2通碗讲啦吼。伊就是啥呢？伊就是迄个吼，安尼一个一直塌去，吼，因为咱都是2通碗讲塔好，所以遮是吼爱做塔较好吼。过来咱来讲一个，或者吼架声，吼架物件架声就是咱咧讲的吼转过啦吼，讲吼你吼，像我架声有要甲讲啥吼，叫做架声吼。若讲架声还有一个甲这个要挖的词啦，但是意思无啥共，叫做放声，放下来就放声吼。放声就是吼，迄个啥呢？甲迄个放雕有无吼？放雕吼，像讲人放雕讲吼，要甲修理哦，放雕讲吼，伊若搁安尼吼，搁安尼吼，要甲吼。叠甲金丝丝，吼，即较早听着吼，讲要甲叠甲金丝丝，还是讲要甲叠甲金丝丝，吼，来，吼，所以讲咱有先放声吼，先放了讲吼，拄则讲有叠吼，即叠吼，叠是迄个吼，叠甲拍叉啦，叠就是吼，足济而且是啥？虽然吼，伊毋是讲足大安尼甲看落去吼。就是意思是甲拍甲真功夫啦吼，迄咱做叠甲金丝丝。咱过来讲一个做声哨，咱常常听着吼，声音的声，酷哨的哨吼，咳嗽的嗽吼，声哨。声哨本身是中性的词吼，这爱强调吼。伊的意思就是吼，讲话开口，讲话态度，讲话语气吼，语气吼。所以呢吼。真正是有好声哨吼，像我刚讲话讲，你看讲话嘛较好声哨者，莫安尼见嘛开喙就安尼歹声哨安尼吼，甚至吼，有当时啊，咱迄个无声马后，虽然你讲形容讲唱歌真歹听，有当时啊嘛会当吼，形容歹声哨，讲你嘛莫安尼骂甲大细声吼，安尼挂甲大细声无声马后，遐歹声哨是要创啥？有无？你安尼用来就足顺啦吼。好，过来吼，这个歹声哨，那歹声哨当然就是吼，咱咧讲的迄个啥，疾言厉色吼，歹声哨吼。所以声哨主要是讲吼，讲话口气、态度、语气啦吼。过来讲话讲较哨声吼，迄个哨声呢吼，常常听着你个大家肃烧的烧吼，肃烧的烧吼，迄个。哨声吼，过来呢有一个叫做吼，灯声啦，灯声就是咱拄仔咧讲吼，要灯大人吼，要端大人吼，迄个特别是讲查甫囡仔迄个啥，迄个角声、形的声吼，迄个叫做吼灯声吼。过来吼，过来咱讲呛声，哇，这个足重要，讲吼，伊伫遐讲呛声啦吼。共唱安怎，这个足重要吼。咱就是爱写唱歌的唱吼，唱歌的唱，这个叫做唱吼。当时还佫唱呢，
亲像咱讲较早有咱较早讲歌册有较早有人迄个月琴嘛是大风琴啊，弹摇个世界咧啥走唱，走唱面台语面来讲，走墙咱莫讲走墙走墙走墙就是呛呛的呛过来一个叫做食声啦食声就是食物件的食迄个声呢，食声什么意思？食声有重要的意思叫做虚张声势啦，就像咱个讲伊你看伊安尼真，你看伊安尼歹混迄食声尔啦，你家己喊尔啦过来食声咱新闻老师有补充捌电话讲，即间餐厅有听一连锁店结果真正去甲食我看伊伊嘛是食声啦食声什么意思？就讲伊是靠伊遐伊较早的名声尔，所以讲阮讲迄食声名咱国家一个名就是讲无一定讲真正遐好食食声嘛当安尼用，肉声迄个咱的鱼肉声大家要看卖肉声是啥？讲话迄个直接用肉声讲这个真重要。就是讲不使用其他辅助工具不使用其他辅助工具直接发声，这叫做肉声啦像咱演讲嘛真大场，你若无用迄个麦克直接要用肉声讲你讲甲烧声会欠死这是肉声第一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咱内规矩的有你若像往来当用手甲夹看卖，有人做夹看卖啦夹迄个声嘛是安尼定刀迄个声呢，莫呢拍盘声迄个往来较好食像西瓜西瓜看你用夹的嘛使有的人你看迄个果子行的头家有的是安轻轻安拍，轻安尼拍一个，听迄个声。听迄个西瓜肉内底迄个啥三鲜的迄个声迄个就是叫做肉声啦。所以不管是西瓜往来拢会当安怎，拢会当即个甲迄个夹看卖即个叫做肉声即个动作咱一般就是讲金嘛当读做金那一般是讲金水。三点水搁一个一斤两斤的斤这是做旗旗，这是人的姓虽然讲这是古典的稳中词，不过这字确实是无金的音所以呢，正确的用法要是爱用金水、金暗也是读做金水、金暗这个较正确这个大家做参考。可是咱的声部拢总简单去10大句尔来我迄个国家念一遍，恁听清楚迄个顿音波坡么无字尖音的特呢了字根音个可个起音z c s z 后音好以上是咱后出去过有红旗嘛出香菇，你看北部出香菇这讲这香菇就想着咱迄个啥较早啦，迄个念歌讲迄个念歌咱昨嘛，咱讲念歌若是有机会，当搁补充一下。我会当哪做？因为迄念歌资料我则是还搁有啦补充较早我听唱歌迄啲形容讲形容啥讲物件，叫做即么办到办较足青草的，有什么菜什么菜伊安尼念起来哇顺我想一下，伊敢念做讲迄个我讲，你讲较早的人有咱语言辨别啦，迄实在是足够的
你看伊弄照顾咧，你个电话嘛，个听一个吼，即碗乃哈，落碗个鸡肉滚香菇，即碗乃老，即碗都爱啉啊滚菜头，即盘甜，即个咖喱炒大面吼，四碗白丝鱼姜，一碗油鸡汤，你实有够我讲，好来。咸菜这个词，敢是咸菜才对。像咱讲要出门雨伞爱扎，咸菜下晡会落雨。这时阵咸菜的菜本调第二调，后壁佫接语句变调了，就是第一调。咱定定咧讲咸菜安怎吼，我咧想咸菜是这个缘故。则甲咸菜误做咸菜，搁再讲台式大词典、教典拢无收咸菜这个词，以上互大家参考看卖。咸菜若有不对的所在，则劳烦大家做伙来溪讨一下，努力。三角石、滑翔翼、碎灵。滑翔翼原来是一种现代的休闲佚佗物，所以对这种较新的物件，咱台语会当来甲互一个较斗大的名称。上好是念起来简单纯粹，阁有意象。伫遮就提供三角石来互大家妄参考。例句：见若天气较好的时。盐龟仔拢会去头城海边啊耍三角石，看伊亲像肉叶伫天顶天仙，互人真新鲜。家里的，我现在要去到人家家里的，这有个单的哦，人家给我回馈的哈，叫我让我带回来的，这有做盘手，你是不听人安尼讲对无？可能哦，有的所在吼。因是惯势安尼，但是我要是要甲大家讲吼，真正毋免特别安尼去定义吼，可是一般吼，咱若讲单路吼，大部分就是讲我怎要来去吼，某米人因兜，我早去的，即个物件叫做单路啦吼，单路迄个呢，有诶人较功夫吼。伊会回互咱，但是伊回互咱呢，我怎遮讲清楚？伊回互咱呢，即个就无适合讲单路咯，嘿，是咱早去的，吼，咱要去拜访人，要去朋友，要去亲戚因兜，我们带一个东西过去，我们带去的礼物，这个叫做单路。那因回送的吼，咱无一定回送的吼，一般。其实，咱一般咱较食的，就是讲，咱去人兜，咱爱早单路总是双手吼，空安尼歹势吼。就是讲你早去即个物件嘛，当做盘手，啥做盘手？个莫讲咱人，干安尼双手空安尼吼，早两罐金蕉去，两罐金蕉是讲双手啦吼。就是讲吼，咱吼。迄个啥，咱家己嘛早抓这盘手就是咱讲个陪伴在我们手上的啦，所以盘手就是单路啦，嘿，盘手就是单路，就是讲吼，迄个盘手甲单路真正是共款共款，就是讲吼，毋免特别重要讲吼，迄个人家回赠的人回这个盘手，真正是。无需要安尼吼，就是讲吼，你早去就是单路啦，嘿，安尼。这个是迄个咱一般实际情形嘛，差不多是安尼吼。好，班长你来，昆年是不是有问题？这个大手哈，迄个大手就是甲盘手同款意思啦。同款意思，谢谢。迄个盘手就是大手，就是你。迄个大带去的，嘿，其实这个问题啊，足感谢班长吼，迄个提出来问安怎讲？其实这问题真侪人伫溪口，就是讲你问啦吼，即马就是较直接甲大家讲吼，咱早去的，迄个就是单路，嘿，人无一定有
话啦，吼，无一定像我要去朋友诶厝，咱是早等落去，咱迄个吼，咱无一定爱搁回什么物件互你嘛，吼。毋免作为迄个甲特别都看起哦，这个是可能是一个迄个啥，咱讲较详细，可能是一个误解款嘛吼。都亲像咱顶解有从迄个上下甲起吼，已经讲足清楚吼，共款是即款诶迄个经验安尼。好，即摆到吼，后来。即摆要来讲困加罪到底打两字吼，我爱看法吼，爱讲是有根据的，袂讲我个人讲看迄个是安尼吼，是台湾医典吼，咱迄个联系吼，写迄个啥吼，咱知伊写吼，记录咱台湾一本足重要台湾通史吼，台湾通史。但是人伊还佫有写一本吼，记录台湾语言的吼，就是咱台语的或者吼台湾语典。内底就将加罪写甲解说甲足清楚，即个加罪吼，应该是迄个啥家啦，就是迄个山家的家，山骹火车头迄个家吼，就家即个吼，有一个困加罪有无吼？啥叫加罪？就是达到最佳的最佳的迄个睡眠状态，就是睡得很舒服，睡得很熟。所以较早老一辈你看，人讲加罪即两个音拢是文读音，而且拢是即个啥古汉语的迄个吼，即个音吼。内底足重要一部分就是咱即个语言吼，不管是台语也是华语吼，甚至是吼即个吼客语，就是咱的客家语吼。即个地头、源头拢是古汉语吼，这是一个伊发展的过程吼。就是讲吼，啥叫做困加罪？就是写讲吼，迄个加罪加是足好意思吼。所以加罪就是睡得很好吼，那个家就是睡得很好吼。所以这个吼，若是我要写吼困加罪，我就叫安写吼，即个就是用家人的家吼，即个吼。好，即个小概即个困加罪吼，我的经历是台湾医典吼，内底吼都拢有记载甲足详细吼，应该是即两个加罪。第二个就是要甲大家报。我就是万人语国跳剧，女上司游灵灵、白鹰、月娥、龟仔仔、担任观音。生气
观音宝塔，树林北头淡水盘道，金枝五面有茶无味，关公老弟五只红烧鱼，一粒蛋一粒铁，哎呦呀，奇怪啊，奇怪啊！
头，高阳打狗，屏东阿头，草屯草南头，野路脚前一脚后。先生水啊，你会算就是市场，哪会算那倒算？你拢唔知，这就是翻天假地，也会算死，也会算死。你哪呢？先生水啊，你就袂出来生气？嘿，我哪会来生气？你若是有时买，菜花讲到一过，山路就亲像王家滚心头乱纷纷。要说落去是好运也歹运，就亲像三匹鹰来一个去一个来，要说袂出一个花菜，来一个去一个来，但是你我哪唔知？这就是命底应代，一个配偶一个冠军，一个都爱20个某，一个都爱40个大金军。要看袂出好日子，命底来去得你。我来叫你。有人家国请我，请食我听心中啊听着无死命，我想当。
你，也是管道引攀红鱼，出外游在里，也是要出海掠大鱼。要着阮太太穿牛道，天气身体唔拄好，我请先生来阮厝来解说了参考。看这个风水了，也是厝体有一个来了，咱歪过。若是去保持阮所传的全部科，无论是小儿科、内科、外科、妇产科、河南理科、唱歌，厝体风水唔拄好，手包单边听啰嗦。我有影遐厉害，三关紧来阮厝来看你的手腕破败，我随时会当知。阮太太若是定安无代，才送你俩金牌。好，咱以上听到是50年前这个大可能甲A仔因录的这个曲盘做乌地上，咱会当伫遮来听到半世纪前半世纪前，咱有听一个足水气的台语的语音语料咱会当听讲较早的人语言能力是有够好的啦。因为较早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迄个语言场合，所以咱伫遮来听到遮尔水的语言真正是感觉足大心的。摩诃发现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心发现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下理主，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下理主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是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无明尽，乃是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地亦无地，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道，以发现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发现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发现波罗蜜多。是大心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定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发现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吉地吉地波罗吉地波罗僧吉地菩提萨埵波。目睭掠带流水内底的细微体壳金条金相，分丝身躯强是要做强咧挺头，好，即马就是三做分丝强。你看这方向，看它的背部是稍微弯曲，有点弓起来的感觉迄个有点弓起来的感觉迄个咱对焦来讲是安尼平啊，好像把弓箭稍微把它拉弯一点点，迄个弓把弓拉弯就安尼平，所以平加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伊背部有一点点弯曲就形容词。咱讲人咱就对讲平，咱讲人是背调，这里你可能听过背调甲翘骨差伫倒位？背调是无遐，翘骨是一定迄个啥，较正平一点迄个扑出来像骨安尼有安尼已经弯去啊，扑出来迄是翘骨啦。
背雕吼，背雕是迄个背就是背部，你其实是背雕啦，你两步又走，又变背雕。原本背雕的雕是第一条吼，因为讲古吼，迄第一条就产生自然变雕的一变切，也就是讲原本是讲背雕吼，这样念了古顺就变做背雕吼，这个雕确实是为第一条的雕一自然变雕做切，所以背雕才变做背雕。本来是雕啦，雕就是弯翘做吼背雕。你可能讲，看小花背雕，啥叫做小花背雕，可是哦，背部看起来没有很挺直啊，小花呢哦，那个溜跳舞，所以咱上讲是啥？小花背雕个힘腰，啥个힘腰？你慢慢会人听吼。其实就是迄战将弯腰驼背吼，因为你较听吼，就小可咕吼，是讲背雕对无？那边吼，我讲吼，迄个힘腰啥힘腰，就是你腰杆没有挺直，所以吼，迄个腰杆有点下垂，咱讲做힘落去，吼，所以即么这个大家讲清楚，台语的经吼，一般是讲什么东西弯弯的吼，所以你听讲吼，艺术吼，迄个幼儿文的家，你看，我这要讲这个上基本，我讲哦，你看这暗公教的背部弯弯的，但是你有讲，我若用台语艺术讲，你看这暗公教较听弯，当然嘛是对，但是你讲弯的，嘿，我遐尼到达咧。所以这个是台语吼，迄个啥呢？较幼稚所在，所以这当然是无是讲弯，我能解释是你看它的背部是小可弯的嘛。咱台语讲经，吼，经这毋是绷紧咯，经这是讲小可啥，迄个弯吼。但是经伊伫另外一个语境是讲绷紧的意思，吼，像我讲几工啊，迄个金架头，那是感觉安经吼，安尼小可疼。啥叫做吼？迄个金架头小可经，可是对讲金架头吼，很像被那个绷得紧的，所以当中的经呢，吼，可是迄个是咱讲绷得紧的，吼，那家吼，咱看这暗公叫经是哦，稍微有点弯曲，吼。讲人经沟通，咱讲背雕吼。以上是甲大家吼，小概讲是安怎才要用经吼，无用背雕吼。过来是甲大家讲，是啊，我直接讲弯，因为弯的感觉一个看讲无话吼，无话，迄个吼，无话适合的吼。好，过来补充一个较趣味的吼，给大家做参考的吼。咱有当时啊，免来讲靠年纪啦，咱的手骨吧吼，安尼吼，当时安尼较无运动的时阵啦吼，落水吼，咱即马华语讲课这边吼，做蝴蝶袖，捌听过无？先教大家蝴蝶袖的台语免来讲，蝴蝶袖啊，你看咱。因为拄则有讲到迄个有叮了嘛吼，所以就来研究这个先讲双下巴有老死吼，蝴蝶袖来讲鸭吧，手老字吼，听有啦，真趣味，来面来讲，鸭你好讲这够高的咧，你那我讲出去啦。我感觉吼，有迄个啥，有迄个感受到啊，有迄个蝴蝶袖啊，袖子像，我讲蝴蝶袖其实是伊较早有人讲咱即马记录吧，咱这上要讲正经要讲吼，咱从迄个蝴蝶袖甲双下巴吼，甲下做咱双下巴，我看伫咱带一定下来哦，叫老子吼，因为。就是亲像那麻吉安尼有个要水的吧，要倒的吧，安尼哦，所以双下巴做老子吼。那吼，
那这个蝴蝶袖来，麻烦咱先从这个来吼，这个蝴蝶袖吼，台语叫做吼过下垂啦，手骨头的骨啦，戈壁的戈啦。啊，过下垂，咱讲迄个过两下，咱讲过两下有嘛？这个一窝下吼，叫做过下垂啦，垂下来的垂哈。你慢慢改下者，下来咱来，安尼大家来看都较清楚哈。老时吼是双下巴哈，咱怎么个补充一个蝴蝶袖哈？蝴蝶袖做过下垂哈，过下垂。就是迄个戈壁，有咱迄个戈壁戈吼，下骹会垂落来，垂下来的垂吼，过下垂。过来我算嘛啦吼，记讲就双嘛吼，来，大家来抢答吼，双下巴有做老字，双眼皮面咱讲。咱嘛是在下题哈，因为。咱唔可以讲所有的韩文拢迄个啥，拢知影啦。咱从迄个啥双眼皮下边边顺，吼。啊，较靠一个来，那按单眼皮面咱讲，无点顺，跳啦，对啦。单眼皮咱直直讲，单眼皮讲无点顺就好啊。那讲这个人吼，看到老字吼，主要唔是讲伊体型吼，安尼简单迄个。迄个啥，很胖很肥，好像肉低下，其实是讲这个，是讲这个人个性，个性吼，老字就是迄个啥，安尼不积极，啊，看起来安尼跟那绕扯，有无？安尼袂哪唔安尼，讲这个人老字，这个应该，咱是有把个把位老师恁捌听过，有无？形容一个人哈，不是很积极，一点做代志安尼无啥积极吼。讲这个这科我看是老字的，无啥好。这个词是现不单，单受到头前字背的影响，念古转音做单，现不单的意思就是现在敢毋是安怎的意思，就是现在情况是安怎。例句，现不单伊都家己送到要害去，哪有迄个量上钱通借你？周天比伊主要是啥？叫迄个音名啦，伊从迄万当丢啊吼，迄个啥，从啊加啥，加写丢吼，万当丢啊，这音要讲吼，伊慢慢知影吼是讲万当，所以从啊加写做万当吼，较趣味的代志是吼，语言有人吼望文生义吼，伊看到这个啥，伊看到这个台语，伊加写望东标仔吼。伊个纯粹解说讲吼，因为款鸟啊，看到时阵吼，大部分吼迄个啥，像咱做田吼，有迄个像讲万那当吼是二起稻作吼，看有款鸟较济时阵个丰收吼，这已经是望文生义过度解释了，结果毋是万当啦，是万当吼，万当是啥吼？足重要吼。万当是官网的款吼，咱知影款吼，芦苇吼，是讲咱台语讲蒹葭有，迄个华语讲蒹葭吼。官网上大棵是叫做吼芦苇吼，爱较大棵，迄咱台语吼会当讲种款迄个啥，上大棵芦苇起来吼，去变做一款草仔厝，会当起来边就是编织成墙壁吼。上细号的芒草，做芒当吼，做芒当
咱应该个补充句足重要的台语或者盲当袂得做乖啊，盲当是咱这么一个词这个盲当丢啊，这个啥？下两字盲当袂得做乖啊，伊的意思是小才不堪大用，小才不能大用，安怎讲呢？盲当遐尔以为一个啥？一种官网迄要甲来做乖啊，哪有可能？咱嘛登去对无？所以台语叫句讲盲当袂做乖啊，因为特别看着款招啊，拢叫伊个盲当的诱惑警官，买了也丢者。安尼好，什么效果？我甲大家报告你就知影吼。即款招足巧，伊主要是要求偶，咱应该有讲殷勤民以求其有声啊，讲个招啊，好要给主要是去生看，所以呢，现在讲足巧。因为盲当丢啊，丢家囝这台语的意思真趣味，甚至因为盲当丢啊，这个款招啊，咱台语迄个尾啊，个少有一款招啊做盲当丢啊，了后呢，就去讲这个丢啊，去形容很娇小玲珑、很小的身材，所以咱台语尾啊，第一个出现这个丢家呢。丢家呢，就说小小一只的丢家呢，这真趣味的台语所以讲台语是叫做盲当丢啊，逐遍看到伊，就看到款招呢，会伫个盲当顶悬安尼尾溜丢者。因为盲当这款这个啥，官盲草是俗以为上细号，所以伊若是伊盲当顶悬尾溜啊丢者，盲当俗细俗以为对无？伊就产生弹性，就伊吸一个等伊若是安尼吸一个时阵，尾溜个丢者，安怎？迄个动作足明显，就当增加他求偶的几率。所以这是咱去个讲款招啊，特别出现伫个盲当顶悬尾溜丢者，所以叫做盲当丢啊，盲当丢啊。因为较早呢，这个字无特别甲记录讲安怎写，拢是台语这个音就安尼听人讲，所以有所在这个音传做棒当丢啊，恁可能有人听过有人讲棒当丢啊。棒当丢啊，其实是棒当丢啊，尾啊，这里面愈读久嘛，再讲是棒当进，尾啊讲说做棒当，煞红煞，加做旺东丢财，真趣味的代志所以这特别大家小概清楚，河头交音较定是做棒当丢啊。大家看盲啊幼囝这个咱甲做结决，这个结决这个词这个足古早的迄个是啥？老台语你也看伊这个词若是相声，而且佫是迄个啥贴文词这是古早就讲结决。我即满较客观这个我较早定听到，而且差不多是早期啦，真侪人迄个啥，一个常用的生活台语语词啊，较早人定安尼讲，较客观。毋过我觉得这20-30年后敢若已经足罕尼听到我迄讲来写这个较客观这个词，是因为拄顶礼拜听到，哇，欢喜一个有够欢喜的即摆已经有感谢已经更加出来这个较加慢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咱来看什么？大咧较加慢咧我看小等咧顶个有大条迄个伫咱诶啥？咱来看一个较加慢。我找着
迄个对话理解吼，勘着我有写稀土哦，这确实是迄个啥稀土的勘着吼。来，我直接念一遍吼。阿芬就讲吼，阿笑啊，今仔日哪会无来？吼，阿芬就安尼问啦，吼，你问讲，阿笑今仔日哪会无来？阿平吼，有甲应讲吼，原说伊毋知今仔日爱来啦。阿明个甲阿芬啊应讲吼，迄个吼，阿笑可能伊毋知影今仔日爱来吼。即当阵阿芬个甲阿明吼，有甲讲讲。较加班你毋知爱来，吼，即较早人真正是足实安尼讲，安怎是有够少听着。阿芬讲吼，较加班你毋知爱来，即个意思就是吼，我直接讲，即个意思就是呢，伊绝对知影今仔日爱来，吼。较加班咱即嘛吼，来欣赏即个意思，迄个用法甲写法，我感觉大水对只吼。啥叫做较加班吼？意思就是讲吼，做互你，莫讲一遍，伊就知影爱来啦。做互你搁加吼1万遍来讲吼，伊嘛是拢知影爱来。伊即个吼，即个班是有花式啦，吼，就讲吼，迄个对讲要甲啥加强，要甲加强啥？加强讲伊绝对知影今仔日爱来，吼。爱的一直加强，所以咱第一个变一句叫做较加班吼。这个词吼，即马伫个专线去使用已经是我所在哦，真少人咧使用，但是吼，较足侪人在讲吼。伊个意思哦，我讲一遍咯，我凊彩讲一个吼，大家对这个词较熟悉咧。亲像我讲，伊迄个啥？伊平常时拢安尼清凊彩清者吼，伊是厝内无通好过，因兜是无钱。再讲另外一个人若知吼，伊就讲做加班兜你无钱，因兜钱吼，迄落吼，坐干那啥，较加班因兜咧无钱，意思就是讲因兜是足有钱诶，吼，因兜足有钱诶，较加班个互你吼。个互你迄个啥，足济遍来讲，我嘛是知影因兜足有钱啦，吼。所以这个意思吼，伫遮甲大家晓解，这是高点无收，这个较加班连带日大书店吼，嘛无收入吼。但是今仔日是5日节，天气转烧热，咱台湾本身是海岛气候，热天就会较后翕淡湿。正适合百姓生活。咱即马就来讲，啥物是钓水期？较早做田人透日脚枕头仔旁拢浸伫温湿的水田内，尾手就起墙，墙甲挡袂牢，叫是钓水期加着才会遮墙，这叫做钓水期。毋过事实上，这毋是水期加着，是脚枕头仔旁定淡湿。百姓引起的相当卡，另外爱说明是水期，无一定是咧讲妈的幼囝结决，伫水面遐目睭看袂到的细只虫仔，咱家己拢甲讲是水期。即句吼，歹囝饲爸，还是讲歹囝串饲爸吼，这是上解水的古咱迄个台湾话，迄个串。这是当成反而吼，本来吼，迄个讲吼，我讲吼，迄一个老爸爸有真正咧，吼，有诶读甲足悬诶，咱讲有效去哦，就是讲迄较高才行，结果吼，上尾啊吼，来甲老爸做伙生活做伙吼，煞毋是遐吼，迄个上老诶啊吼，颠倒是迄个平常时啊，互你看。歹囝反而吼，其实有长不相的意思。咱串讲串钓，迄个串就是长不相吼。所以讲吼，歹囝串饲爸，伊意思嘛是吼讲长不相，或是拄好吼，这个你上盼这个咧吼，这个来饲你，颠倒是吼，你感觉讲吼遐足老足好遐吼来饲你。
这有这种攀定串起杯，所以这个攀定起杯，咱来加字传吼，就是会当加强加强固上言语的迄个头，所以你补充这个足好，这个传我讲拄则我是甲你补充讲哦，有人认为讲会当用完全的全字吼，其实嘛有道理吼，所以讲人写吼。伊毋是用串吼，是用迄个全部的全吼，特别为音做串，是足道理吼，所以加拢补充特别吼了解。迄个碗吼，草布吼，伊是草长吼，草长呢夹起来吼，迄个草布吼，你来看嘛。我胃头吼，胃看讲吼，伫我挂多谢，伫我挂起来了后，对无吼？伫我挂起来了后，呢，咱从伫我顶悬的调切灭对无吼？用机器烘吼，机器烘甲迄个顺来了后，加落了后呢，这个草呢，先放喺调餐顶悬吼，先泡打吼。拍打了后呢，爱看来长草，吼，这么叫长草，小块晓了，我看草，我讲长草，要手势偌好咧，伊都安尼吼，迄个从迄个油草对吼，爱用手哦，用手安尼甲沙安尼讲吼，安尼拔起来了后，爱用几支迄个草埋安尼，干空两个手有个是一大吹者吼，安尼迄个草长哦，三足。呀。